你要买2盒啊？阮的卵才生的呢。好，你要几粒卵？买10粒。你要买10粒吼，你一边买10粒无？但是歹势，阮今日敢有6粒卵尔呢。吼，安尼，互你6粒好无？哦，6粒60块。你爱互我60块。这不也啦？哎呀，袂啦，阮即间店物件上实在啊，袂贵。对啦，你着60块互我就对啊啦。60块。嗯。60块。10块。你咧算6张，你会晓算袂？算10张。嗯，1、2、3。哦。嗯。大。哦好。贴。我这出来弄个，它爸爸，你爱个食一碗无？好啊，即个食一碗我就来洗身躯啊哦。好。哦，饭放真多哦。好。啊，除了饭，敢要有啥物菜？敢若放饭哦？我要饭桶哦。对啊。你无搁加一寡饭内底嘛创一寡菜啊？创苹果吼。哦，苹果饭哦。哦，好啊。创苹果一粒啦。哦，苹果另外食啊。爸爸。嗯哼。爸爸，今天食饭，爸爸。好，爸爸困去啊，爸爸拄我食饱啊。今天食饭啦。你要个什么？妹妹，我要茶饭，你莫茶饭，你卡不了。妹妹，人迄是煮菜的物件，妹妹，你走啦，我要茶。摕这种摕到感觉心虚啦吼，因为就是前一天就是迄活动，就是要时间要到进前，我就想讲啊，无去挂伊咧耍的一寡片段安尼，啊才甲加安尼，啊无想到讲着奖安尼，然后就就是真多谢迄评审老师，我讲甲比迄拄仔妹妹较目无。对啊，多谢老师吼，互阮咧即个奖，互阮鼓励安尼。阮其实阮第一届就有参加安尼，啊第一届的时阵，伊当阵敢若还讲一个纪念安尼。然后就是讲，非得就是抱着一个就是参加啊心识安尼，啊嘛是就是支持即个活动的即个想法安尼，啊就真多谢大家甲阿辉支持安尼，明年。可能弟弟嘛会晓讲安尼，看下当因两个当咧咧耍个 ERP 嘛，多谢。